大宋皇子赵伯从领尹司方丈会远、和尚道济、叛贼之女杨清雪，谋权篡位，按令当斩。父皇，我们是冤枉的，儿臣绝无谋反之心啊！父皇，铁证如山了，你还敢狡辩？皇兄，谁是你皇兄？谋反的应该是你啊！哎，怎么变了脸了？笑一个呀，笑一个，又笑一个，哎，上，都给我斩！开斩！是。众生莫慌。呦！菩萨显灵，菩萨显灵啊！皇子赵伯从忠心为国，一片赤诚。那灵隐寺方丈慧远、和尚道济，乃我佛门中人，一心向佛，从未为恶。民女杨清雪为父寻找失物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制造假印玺之事，并非他们所为。我愿为他们作证，请皇帝饶恕他们吧。菩萨显灵，菩萨，小的有一事相求。为了我大宋江山后继有人，菩萨可否赐我一个儿子？那就继续让道济为你念经祈求，可你自己也要一心为善才是。哦，是，一定以身为善，一定为善。降龙尊者，还不快快出来见我！菩萨，伏虎，我正想操纵那道济，你说关键时刻你们把我计划全打乱了。降龙，菩萨和我是来帮你的，帮倒忙那是。降龙，休得无礼！若不是我等前来，你一会儿该如何收场？这还不简单，直接救了他们不就得了吗？你没听那奸臣秦相已经给你扣上了鬼神幻术的帽子，如此下去，你降龙在人间是魔不是佛。降龙尊者，你要尽早悬壶济世，扶助明君登基，不枉费佛祖对你的厚望。我佛如来说过，只有靠你的善心，才有胜算的几率。感化这事儿是您菩萨在行才对啊，我吧，我不必多言。伏虎尊者在。不，我怎么变了？观音菩萨，我不想当他的法器，我。二虎子，跑什么呀？菩萨的话你敢不听啊？啊！我知道你们各有各的主意，各有各的思想，可现在佛难当头，需要你兄弟俩齐心协力。此番历练，善莫大焉，好自为之吧。道济，你这是？哟，哇，对吧？不就是个南瓜吗？可以放酒啊，这个。哎，哇，好看吗，清雪？哎呀，漂亮，太漂亮了，师傅，这才尤其最后那亮相，这。玩意儿，你看的是袈裟，你看啥玩意儿呢？是不是我的魅力大过袈裟把你吸引了？哦，师傅，这袈裟。你说啥玩意儿？你再说一遍。啊，对，方丈，你走点心。方丈，这袈裟太漂亮，这下不愧是500两银子的袈裟。
看这做工啊，全是金线的，太好了。汇远方丈那个袈裟才5两银子，您这个一件顶他100个呢。500两算啥呀？人家上面拿的才是大头。你瞅啥呢？这上面不是那个上面，这回咋那么走心呢？上面是丞相，丞相那才是家财万贯，那家里的哪一样东西不比我这袈裟值钱呢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丞相那个利，这啥呀？哦，我没说是吗？嗯，丞相那个利息，我直接不要。明白。穿上这袈裟，我就是方丈。您就是方丈。哎呀，以后我愿意干啥就干啥，想几点睡就几点睡，想几点起就几点起。小慧儿她就再也管不了我了，她已经命归西天了。从此之后，这个灵隐寺就是你我2人了。来，跟上。我就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，咱们商量商量啊。那老话说得好，买卖不成仁义在。你不是也说了吗？那天的话你都听见了。咱们好好聊聊，研究研究这段离奇的姻缘。道济，你昨天说的话我没听清楚。不过有一点我是知道的，碧鹏是属鸡的，你们俩一龙一凤，天生一对儿。哎，不是，他说的没错，我是属鸡的。不是这玩意儿属鸡不属鸡，碍你哪儿疼了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别到外边找鸡了，我就是鸡。好，你就是鸡啊！我这就准备葱姜蒜，我就把你炖了吃了啊！阿弥陀佛，道济，哎，无论如何，减肥吧。那别吃鸡了，师傅说的对。穿着这件袈裟，我心里就充满了奋斗的力量。可惜呀，原来我只敢在屋里穿着它。我可以天天穿着它，我出去遛弯，我出去兜风，我出去泡啥？泡茶。我跟你说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要天天晚上穿着它睡觉觉。啊，师傅，不是，方丈，你穿这么厚的袈裟睡觉，不怕起痱子？少见多怪的。这不是看见这金丝了吗？这每一条金丝不只值钱，而且它都对应我身上的每一条经络血脉。所以说我一睡觉，哎，我穿它睡觉，我就等于是在给自己按摩，我可以延年益寿。啊，功能袈裟。等我把身体养好了，哎，我就可以天天泡茶。师傅，哎，你看，你穿上这袈裟，比他有派，比他精神，真的。气死你，小胖墩儿！哎，衣服比你好看，我还比你瘦。光亮监测，你叫我什么玩意儿？光亮监测。哦，没事，说事。方丈让你去一下。小慧啊？是慧远方丈。好。坏了！你说这方丈怎么回来了？啊，不是说今天砍头的吗？那可能砍完脑袋就回来了呗。你是人吗？你是人吗？你是人呐。人有几个头？一个呀。
那砍完脑袋他还能回来？不能。你能啊？我咋就能呢？你那脑袋砍不砍都一样。反正我能回来。方丈，进来。方丈，光亮，哎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说，是不是你与那秦相通风报信，让他来抓我们的？我这，方丈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可能找人来抓您呢？我对您那可是忠心耿耿啊！方丈，我有证人，我有证人，明白？明白？哎，来了，明白，明白什么？你明白？跪呀！快！告诉方丈，秦丞相来那天晚上，我到底在哪儿？实话实说，快，实话实说。真说实话，掺一点假，我弄死你！快说！回禀方丈，监寺一直在僧房里施袈裟。好，我就相信你没有出事。不过光亮，你要记住，要与人为善。俗话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是，我平时我也一直监督了自己，我就放生啊，念经啊，帮方丈施袈裟呀。方丈让我撤了。明白，一直施袈裟啊。哎呀，道济，你干嘛呢？你快下来！这我晾菜的，你搬进来吵扰。你快下来，晒菜就可惜了啊！你快下来，你别闹了，快！来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这是什么呀？哎呦，你给他做了？那当然了。哎呀，喂猪没有必要这么奢侈吧？粗茶淡饭就可以了。这哪是给他吃的呀？这家伙身上暖和，我把这些鸡蛋放里边，就可以孵出小鸡来了。多聪明啊你！干什么？啊，别动着它啊！哎，真好玩。哟，还真是个好东西啊！你才是个东西呢！哎呦，这葫芦还会说话呀！别怕，有我的，别怕，扶着我！哎呦，农三扶着我！能蹦出来个人，这别怕，葫芦娃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是西天的伏虎尊者。这是伏虎尊者，小名叫葫芦娃。瞧你这身穿的，丢人！啊，这还丢人？这是观音菩萨给我的。我知道，我还知道你不知道的呢。什么我不知道？就说你这身衣服吧，是如来他老人家在人间修行时候穿过的。这是我佛如来的衣服。哎，那这双鞋呢？鞋也是啊，而且绝对是真货。哎呦，我佛如来，太让我敬佩了。为什么？佛祖为普度众生，走遍天下，脚都肿了。哎呀，看来我们要好好修行啊！还有你那顶蓝光帽戴上之后有2个功能，一则可以隐身，二则可以救命。试试，还可以隐身的，想不想试试啊？哎，试一下。哎呦，道济，哎，道济呢？道济，道济，你给我出来！哎呦喂，这神了嘿！
你刚才都消失了，刚才消失了，消失了，哪儿都没有。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哎呀，看起来机会总是留给这些有准备的人。哎，你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救命是怎么回事？想知道？对，想知道。自己的东西自己琢磨着用呗，问我干嘛？你这2句话的事你就告诉我啊？是吗？我累了。这神仙的身体不行啊，这才说几句话就累了。这神了！哎呀，给我！哎，来日方长啊！这看什么看？有的是机会啊！上面走了，饿了，做饭去。哎呀，我还没缓过劲儿。这做饭去，快去，快！太神了，这也。哎呀，好了，饿了。哎，我也有神了！来，你有什么东西？给你看看，过来。怎么样啊？再热的天儿，这些瓜果蔬菜放里边都不会坏。你太聪明了。可是夏天哪里去弄冰啊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啊！我去年冬天的时候就从河里把冰取出来，放在地窖里边藏好，然后等它化了再把它放进去。怎么样？有你的！哎呀，这么好的东西啊！哎，我给它起个名字。哎，好，冻香。好名字！哎，冻香，哎，不错。还有这边，来，过来。还有啊，给你看这个。哎，看见没有？我跟你说啊，我炒菜的时候有油烟嘛，这一转起来，油烟就从这儿给吸走了。怎么样？我给它起个名字啊，这个叫什么？排烟扇。排烟扇，哎，好名字！哎，你真是个文化人啊！哎，还有这个，你给我来看。水从这儿过来，再到这儿，再到这儿，然后就到了这个缸里，我可以在这儿洗菜了。这个想的太周到了。哎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水自来。哎，好，倒进。来，你尝尝这个。好，有东西喝呀？哎，你等会儿。我是个发明家，你就是个冠名家，怎么样？好，哎，你尝尝，这干嘛？哎，我跟你说，看你平时拿碗喝啊，这喝一半漏一半，对吧？你拿这个管，你吸，通的。哎，对呀，你吸，怎么样？一滴不会漏。香香甜甜的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那天啊，我把茶倒到牛奶里边，就出了这个味儿，可以吧？我给它起个名字啊。茶奶，好名字，茶奶，哎，还好记。好了，你老喝这个也不扛饿，做饭吧。有菜，你点，随便点。我吃肉。吃肉，这是素厨房，您哪来弄肉啊？没有肉叫什么吃饭呢？这样吧，我给你炒一个不带肉的肉菜。不带肉的肉菜啊？什么？油焖茭白。肉呢？这儿呢，肉手。楚海啊，皇上，真奇怪啊！今天观音菩萨显灵救皇儿，难道是天意不成？皇上，俗话说得好，伴君如伴虎，奴才可不敢妄言呐。哎呀，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哟，险遭天谴哦。皇上，这灵隐寺是佛家圣地，这慧远和尚也不是一般的僧人，您得多拜拜才对呀。对，朕呐就去过一回。你看那佛尊说了吧，佛祖的佛旨，那可是无数次的哟。无数次。那你说，下一步怎么办呢？皇上，第一要去拜灵隐寺啊，第二要彻查真印。啊，这事儿啊，让秦相去办吧。哎呀，皇上，您怎么还让他去呀？哎，您不觉得？怎么了？皇上，奴才给你推荐一个人，道济和尚怎么样？道济，哎，好啊，
你这事出的还不错。道济和尚，嘿，这小和尚非同一般，就是他了。嗯，你呀，去拟个密旨，悄悄地送到小和尚那儿去。哎，不能让秦丞相看见，否则他会吃醋的。好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去吧。皇上，你待在这比皇宫还皇宫的宫殿里，还犯个什么愁啊？恁知道啥呀？到手的鸭子飞了。还有你皇上搞不定的事儿呀？你不是向来做事都滴水不漏吗？你看这下面演奏的乐师，还有这些仆人，个个都是不会写字的哑巴。就算啊，他们从这里逃了出去，也不会泄露这里的秘密啊。哎呀，美人啊，俺说了就不是这个事。能看，能看啊！你看，多好的东西呀！真是盼着有一天，把这些个东西全都摆上地面，称雄天下。再好的东西，也不能在这放着做一辈子地下夫妻呀。是呀，但是你走了，臣妾太孤单了，在这个无声的世界里，连个风声也听不到。美人啊，恁金山银山都是恁的，恁还有啥不满意呀？臣妾满意。困了，睡了，睡了，睡了。道济。无根之人都不得无礼。皇上吩咐我，托你为他办件事情。这位小哥，是否到门外回避一下？我有要事与道济商量。这是我的房间，我要提醒你啊，一定要尊重他。哎，出去！哎呀，你。好严肃的样子。这是笑话啊！皇上怎么能让和尚去查无字军印呢？他还特别吩咐了，此事万万不能让丞相知道。哎呀，查就查吧，弄这么神秘干嘛呀？道济有所不知啊，见到密旨如同见到帝王，谁都得听你的。别动手。要这么说，有了他，在灵隐寺里我就是最大了，千真万确。那我得试一试。倒是你居然来找我，你进去，干什么？这屋里说来。这么晚你不睡觉吗？哎呀，哎，这还坐下了，这是。啊，这什么呀？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这平身。有了这个，我是不是比你大？哎呀，何止比我大呀！有了它，除了皇上，你比谁都大。啊，我就是说话好使啊，好使啊，管用啊，管用。那个什么《求子经》什么，我还用念吗？你想念就念，不想念就不念。皇上要问怎么办？皇上说了，有了这个任务，那个任务就暂停。不行，我
还得再试试你，试试什么？你，我命令你趴下。老弟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就知道不好使吧，我得找皇上去，跟皇上说，我们那儿有一大舌头说了，你这玩意儿不好使。好使！哎呀，你行了吧？可以了吧？你这个趴的有点太舒展了吧？啊，这儿起来啊，起来一点，胳膊，哎，起来啊！腿啊，腿啊，起来，站起来，屁股撅起来，撅屁股，撅屁股，你要干什么，老弟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要干什么？哎，再撅一点。哎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周琦，你是不是要非礼我？你学个狗叫，学什么？狗？不学啊？不学，学。公狗，黑毛的公狗，母狗，那个柴狗那个串儿，哎呀，你找别的狗我来不了。哎呀，啥破狗叫什么玩意儿呢？大半夜搁这嗷嗷叫，让不让睡觉？叫！你赢了。哎，听着没你们啊？这狗叫的吓人不？那么惨的叫的啊！哎呀，还叫！我的妈！电视，昨晚有只狗叫了大半宿，你听着没有啊？那家叫的，要不是我实在不想起来，我非出去踹他两脚不可。怕啥呀？我帮你踹呗。哎呀！电视，你打我干啥呀？该打。哎，电视，你嗓子怎么哑了？咋整的？验经验的要你管。明白。哎，监司，你说那狗叫了大半宿，嗓子是不是也该哑了？哎呀！啥呀？那昨晚那狗咬了还咋的呀？王爷，现宅消息有误，险些害了你，请王爷赐死。起来。咱俩之间哪有什么赐死不赐死的？就怪秦相太老奸巨猾了。坐吧。这次要不是那个道济啊，恐怕咱们三个都……是啊，若不是他，恐怕现在只能暴露身份了。哎，你说这道济，他可真够神的啊！王爷若得此人相助，一定会事半功倍。现在，你可曾知道，这个真的无字军营是否还在那秦相府里？秦相这个老家伙诡计多端，就连我们这些跟随他多年的将士，他也不完全信任。府中倒是从没听他提起过这无字军营。县宅啊，县宅！如今这可是紧急情况呀！一旦那秦相用印玺召回兵马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说，县宅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你都要打听出印玺的下落。县宅明白。就离我远点，别传染了我。不是，你放心，我没有肺病，我这是个累的。干什么事累成这个样子？你不知道，这赵进快把我欺负死了，这逼得我学了一晚上的狗叫，我就趴在地上一直学，这狗那狗的一堆狗，这临沂市都快成动物园了。少说话吧，少说话，听着。哎，
你真的见着道济手中皇帝要彻查无字军印的密旨了吗？千秋万岁，我亲眼所见，这上面那个戳盖的就是皇是皇帝是皇帝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你说这个皇上啊，说的昏庸吧，哎，他居然还能想出让道济来访着。你说他聪明吧，还真有点不入流的小聪明。哎，那他这么聪明，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密旨一定要想办法贿赂。会？怎么会？这会上他怎么会了？你问我呢？哎呀，一个是我奸略宠啊！行，给他回来烧，有火，这火给他烧了。碧鹏，哎，你是说过些日子，这些个鸡蛋鸭蛋就都会变成小鸡和小鸭？那当然了。到时候成群的鸡鸭随你吃，真好啊！要是孵出来之后，带这些个鸡跟鸭去给我上坟去啊！啊？为什么？那会儿我都饿死喽。嘿，来，把那个白菜给我递过来。哦，那等我穿上袜子啊。你等会儿，洗手去。你以为我愿意碰你这些白菜萝卜了？真是的，我可是个好干净的人，我有洁癖。有洁癖你不洗手？我嫌水脏。哎啊！你昨天说叫了一宿那条狗，是广亮啊？对啊。哎，还告诉你，让他干嘛他就得干嘛，而且还不敢反驳。真的？对呀。哎，那让他舔我的脚丫子怎么样？可以呀。那我再抽他2个大耳刮子呢？这绝不敢还手。好，把他关在茅特里边，然后让他读1万遍经，怎么样啊？差1个字都不能出来。太好了！你有病啊！我高兴啊，高兴啊！他跟你有仇啊？啊，哎，不是，我就是不太喜欢这个人。我劈死他，我砍了他，我剁了他。好了，我帮你解了恨了，你怎么谢我？干嘛呀？干嘛呀？过来。早就给你备好了，怎么样？香吗？干啥呢？我抽你啊！你抠给我看看！你抠给我看看！哎，剑四，你撅个屁股跟狗似的，我没认出你来，你看我脸还认不出是我吗？看的是你屁股，我觉得你屁股有点见大。那不抄心抄的吗？都被你给气的。剑四，你找啥呢？检查内务。今天不是小值日吗？什么？你说你们这个寝室乱七八糟，是不是让道济给照了？道济不在这屋住，他在哪屋住啊？搬厨房去了。是，我说嘛，乱是乱了点，但是挺干净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挺干净？我保持。不错。多亏我提醒你，道济搬厨房去了吧？搬厨房去。坏了，毕鹏啊！毕鹏咋了？毕鹏这个月的事办得怎么样？啊，回禀监四，已经去要过一回。毕鹏说这个月银子少了一大半。说，毕鹏说这个月银子少了一大半，没凑出咱要的数目，过两天再去要。赵丽，肯定是让赵丽全给吃了，是不是？那也吃不了这么多呀。快，你再去要，你就跟毕鹏说，如果银子不够的话，就让他用他那份来补。他那份才多点儿，多少也是钱呐，咋的还嫌少啊？快点！不是，监四，
今天早上我就想问你，你是不是让昨晚那狗给咬了？这滋儿哇的，咋回事啊？我跟你说，以后你在我面前别再提狗，你听见没有？别再提狗，别再提狗。明白，杰斯。以后当您面再不提狗，谁要提狗，谁就是小狗，让他吃狗粮、睡狗窝、学狗叫、拉狗屎、放狗屁。怎么样啊？太棒了！我大宋有岳家军，这灵隐寺还有岳家菜呢。那当然了，你先别动，我先跟你说一下这第一道菜——脱骨猪手。这个猪手好吃难啃，可是我用我们家的秘方秘制而成。先将猪骨剔除，然后在里边加入藕块。哎，我来一块。哎，你别动，别动，我还没说呢。使其形状不变，然后再用小火慢炖，足足2个时辰，待其皮开肉烂之后，入口即化。而且因为里面加了莲藕，所以肥而不腻。就我要不吃，都对不起你这双手啊！手艺。哎，你听我再跟你说一下第2道菜啊，红烧猪3样。语气快点。我得慢慢给你介绍。哎，先将这个3样用红糖和酱油调配腌制，然后将猪心、猪肺、猪大肠用素油爆炒，去除腥气、戾气、骚气儿，然后再挤入半支的柠檬汁水儿，使其吃起来补心补肺，还治拉肚子。哎呀，我再不吃我就亏了心了啊！这第3道菜可是个凉菜，叫蒜拌猪头肉，算是个清口吧。不用介绍，这个我会做，哎，等会儿啊，第4道菜就重要了。这第4道菜叫清汤猪骨髓。这道菜的关键就在于里边不能放任何的佐料，只能放少许的盐巴，喝的就是那份清纯淡雅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怎么不给我留点？那个，我是吃过了饭来的啊，待会儿还要去赴宴，现在正在减肥，所以不能吃太多。你吃过饭你还吃那么快？你太过分了！你这……好了，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你说吧，怎么收拾广亮？道姐，我要跟你说的可不是广亮的事儿。是别的事儿。哎，你瞧你这人，嘿，这折腾半天，怎么又不是广亮的事了？那件衣服不是老娘的，是新娘的。新娘的？你爸爸有一2房？不是，是我的新娘。你的2房？我只有这一个。她不仅爱我，她还爱慕虚荣。爱慕虚荣啊？这怎么说？他非要来这临安城，我就只有来这灵隐寺做和尚。你说就凭我这点手艺，我养活他，那是问题吗？要说起来呀，这也是一段人间佳话。小2口没有野心，开个小酒馆，日子过得会好幸福。哎，说不定我道济还会常来捧生意呢。你算了吧，就你，哪个餐馆要是摊上你，不是赔本就是倒闭。切，我可告诉你。我要是来啊，可不光是白吃，我还得白喝呢。嗨，可是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。我就不明白了，那他到底想要点什么呀？他背着我，他要来选贵妃。嚯，他也太要强了。咱们这皇上可不像其他的皇上，他只有1位皇后。哎呦，你这个媳妇儿是想当3娘娘啊？这个事儿难度太大了。哎呀，道济，我求你了，你就让我见见她好不好啊？行不行？有没有办法？你瞧瞧吧。这就是他留给我的那身衣裳，往后啊，见衣如见人。好了，别哭了。
这个事儿我管了啊！真的啊！那太好了。以后像这个饭菜是不是天天有啊？天天有。我说的是之前、之中、之后，天天有。必须的，之前、之中、之后，天天都得有。怪不得毕鹏上交的银子越来越少，闹了半天都便宜到际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好好。这事儿交给我了，你就甭管了啊。是师傅。哎，没有问题。嘿。盖上点暖和。哎，这，哎。哎呦，明远，啊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是洗澡没脱衣服啊？哎，这洗澡还带着白菜呢。谁洗澡了？我游泳去了我。哦，好，游泳真有个性啊！哎，毕鹏，我问你，你为啥把咱的银子都给道济炒菜买酒喝呀？什么你们的银子？那本来就是昧心的银子。再说了，我给道济炒俩菜怎么了？哎，你什么事儿啊？切！哎，你说咱们从和尚嘴里挤那么点银子容易吗？啊？本来就不应该挤，知道吗？毕鹏，你是不是傻呀你？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呢？啊？怎么了？那里也有你那份儿，还咋的了？我那份给道济了，怎么了？我愿意。你把剩银子给我。没了。哎呀，怎么改场了？你这啥？我告诉你啊，明远，你和广亮好吃好喝的，和尚们吃糠咽菜的，你把这事儿给我解释清楚。你先给我解释清楚吧你。怎么了？怎么才这么点儿？有这点就不错了。要没我，你连这点都没有，啥过来你这？哎！行，毕鹏，你等着啊，你等着我告诉监四的，看他怎么收拾你。你去。老实点你啊！你等着。记住了啊，以后洗澡脱衣服。馒头。这个死道济，居然敢拿皇上的诏书来使唤我，还学口叫，幸亏我会叫，要不然还真被你给难住了。皇上的东西都敢丢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
在这动了手。烧得好，烧得好！你要不烧啊，还破不了案呢。光亮，玩火你要扛。云远，云远，哎，来了，我家啥呢？不知道，你跟我开玩笑？没开玩笑。我家啥呢？真没开玩笑，真不知道。真不知道？啊，不知道。搞啊！快搞！来！快点！有没有？我家啥？快这边！有没有？家啥呢？我家啥呢？这边！快点！我家啥呢？没有。师傅，别哭，师傅，不就500两？哎呀！我这家伙是镶了金丝儿啊！这金丝儿可以给我按摩的，我都买了。哎呀，师傅，按摩的弟子也会呀，给你按摩、舒筋活络，我都行。银质袈裟一件，当银400两。这谁的？哎呀，快让开点，让这么多人呢！我这你个老舅！监司前辈，当票撕破了就绝当了。什么是绝当？绝当就是再也赎不回来了。赶快处理一下，快处理一下。明白。哎，站好了，我问你们啊，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把监司价值500两银子的袈裟拿去给当了？说什么玩意儿？我又咋的了？不弄我死你吗？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儿，你！那什么啊，那个赶快，你们几个人把这个门板卸下来，抬到账簿去。我把我那个500……哦，没事，干活。别去那儿，你去，赶紧稳当点啊！真急，待会儿我从就我走，好不好？然后我跟你们说，这次出来得低调，好不好？有点精神都抬，腰板挺直了，老百姓都看着。这是要去往何处啊？啊，那个刚吃完饭，摆不走，出来溜弯。这门如此眼熟啊！哎呀，施主好眼力呀！这正是我们灵隐寺的山门呐。哎，这门还闭不上你的嘴巴。开着门出来溜达，监司雅兴，好雅兴啊！不是，这山门也怪不容易的，我抬他出来透口气儿，长见识。那为什么只有一扇，另一扇呢？另一扇就不用抬了嘛，等回去以后，这一扇讲给那一扇听嘛。灵隐寺果然有灵气，门都会说话。施主有所不知啊，我们灵隐寺的山门是一对儿，抬母的出来转一圈，母的回去给公的讲。能不能闭嘴？能不能闭上你的嘴？能不能？我这不是顺着你的话打圆场吗？你打圆了吗？你？没事啊，没事，走，快点走，没事，该上班啊。哎，太好了，施主啊，回殿，施主啊，多行善啊，来世当方丈，普度众生啊。稍微让一下，你说啊，让一下就行了，好，快点，行，就搁那儿。慢点啊，慢点，立起来。云远，快，进去问问，要不然找个人出来看看。是。哎呀，行了，别看了，今天不念经啊，都散了吧。你们几个站好了，注意寺庙形象。来，看。本店不收门板上的当票，你们还是想办法把它给撕下来吧。这咋撕啊这呀？你撕一个我看看。
和尚，对不住了，是你们当的，不是我当的。是我的袈裟，不是我当的，明白不？你一个监寺做袈裟干嘛？你这不废话？监寺做袈裟，那肯定是想当方丈的。这是我们内部的事儿，你那个什么，哎呀，一句话，袈裟你给不给？对不起，没这个权利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还想不想做买卖了？我今天来我就是要袈裟的，你知道吗？行行，我跟你说不着，把你们老板叫来，快点，你上级，你领导。好吧。老板娘这边的。哎，这玩意儿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抬着门板来换袈裟。哎呦呦呦呦呦，这是灵寺广亮大和尚！哎呀，哎呀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也不知道哪个混蛋把我们监寺的袈裟给偷出来当了，这不当票还在这儿呢吗？赶紧把袈裟还给我们吧！这个不好办呐。哎，这么的嘛，您把这门留下，这不就完了吗？门怎么能留下呢？佛门哪能一日无主啊？寺庙不能一日没门。那我就没办法了，我也没办法跟当户交代。你是赎当可以，当票收回，银子拿来，袈裟给您，对吧？咱得按规矩办。怎么你还要银子？啊，对呀，这明明白白写的清楚，袈裟一件，当银400两，对吧？不是你们这不是讹账吗？那怎么能要400两？我说你怎么说话呢？这是啊？人家说的对，咱们想把袈裟要回来，可不就得给人家银子吗？偷你袈裟那个，把袈裟拿出来，拿到他这儿当了400两银子。咱想拿回袈裟，可不就得给人家400两银子吗？这账对。算这么清楚呢？我明白这个。那你搁这儿上班呗？哎，我说和尚，我有个办法，你雇一个木匠，把贴在门上的当票还有这个木头一起给它抽出来。啊，为什么也不抠？杨木匠可以啊。400两，又花了我400两。哎呀，恭喜监寺啊！您的袈裟现在价值800两，升值了。云远啊，能不能让我把你嘴给封上？你能不能让我把你能不能让我把你嘴给封上？能不能？不是，你过来，给我过来！监寺，你听我说，你要是把我嘴封起来了，谁管你叫方丈啊？啊，也是啊。我必须给查出来，我必须查出来这事儿是谁办的，我得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哎呀，监寺，这家跟开个窗户似的，看着挺敞亮啊。敞你个头啊！你就不能动你的脑瓜想一想吗？这山门上开个破洞，这家伙这又不卖票，干什么玩意儿？让小辉知道了，不又得骂我呀？你们都笑什么笑？赶快帮我想想办法，该怎么办？不是监寺，你知道我最怕动脑子，你让我动脑子，你还不如杀了我。你说，就你们这一个个，我还是指你们干什么啊？什么事都能靠我自己，太孤单了。明白。你明白什么？明白啊。和尚的孤单，你明白吗？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，就是孤单。啊，就是不让老叽叽喳喳的，是这意思不？50万两。哎，我有主意了。小二，来哥，这儿，哥哥，装10坛酒。这么小的葫芦，最多装1坛酒。和尚，你还是在这里喝足了吧，免得带回去啊，被人发现你偷喝酒。这葫芦能装20坛，不信的事，
哎，你不好好拜佛念经，就会吹牛。你先把银两结了，我再与你装酒。这是我挂账的银票，我也不跟你细算了，你保证我每天吃好喝好就行。哎，400两。对。哎，对了，这贵司的道济师傅倒是很与众不同嘛。观音菩萨还特意对圣上说，让道济师傅念求子经，帮圣上求亲子嗣，相当于颁给了道济师傅一块免死金牌啊。道济这个人吧，厉害倒是厉害，可是整天疯疯癫癫的，调皮捣蛋倒是在行。哎，嘿嘿，道济，背后说人坏话，下辈子是要变炖猪肉的哟。坐。哎，王爷坐。哎呀，坐。哎，您坐吧，您坐吧。坐。我有洁癖，哎呀，这丞相和福王造个假印出来诬陷我们，这说明那个真印还在他们手上呀。献王殿下所言极是啊。王爷、叔爷爷，拿不到真印，就无法告慰我爹的在天之灵。清雪在这儿求二位了，只要能拿到真印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真的？真的。做什么都行。道济啊，干什么？热。我是这么认为的，这么大的姑娘，说话要留神，不能逮什么许什么。求人不如求己，求己不如求道济。方丈这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你说这么多干嘛？先安慰一下嘛，是吧？清雪姑娘，你先不要着急。不瞒各位，本王已经派了一个心腹入住那秦相府。哦，印玺很有可能就在秦相府。因那假印为秦相所制，我兄福王虽然急于当上太子，但是他人心思简单，应该想不出如此歹毒的计谋。那老贼一定是借印玺的神力，想谋权篡位。方丈，道济师傅，如果不及时阻止的话，恐怕又是一场血雨腥风。可经历了此番事件，那秦相更是百般警惕了。咱们想拿回印玺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那可怎么办？找印是太难了，就应该让印自己跑出来。怎么跑出来？笨。到手的鸭子都飞走了。父王殿下，您就别愁了。您看，这只鸭子飞不了，我都给您夹好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滚！下！烦死了！哎呀，父王殿下不必如此焦虑啊，反正又没失去什么。此路不通，我们另辟他径。哎，怎么样？啊，一边一个。监司，这两幅贴上，保准万无一失。您这主意太高了。可抽我啊！太行了。我就不明白，你说到底能是谁抽的呢？监司，要不咱们赌一把咋样？什么赌？你看啊，干什么玩意儿？干啥？你看，这现在是不是一人没有？谁要是第一个出现在咱们的视线里，谁就是小偷。咋样？你这赌法挺新鲜的。试试呗。试试吗？试。
试一试啊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那是脚头吗？那是信王。第二个是。第二个那是方丈，自个儿偷自个儿啊。第三个准是。那丫头片子能是小偷？后边肯定是。你那智商都干什么玩意儿了？来了，快走！我要再行你的，我得被你害死。这真来了，你看。快走，快点走，快一点。王爷，就拜托你了。哎，对了，方丈、道济，那本王先告辞了。王爷告辞。王爷，我送你吧。哎，这送什么送？一大老爷们儿，还有人劫色吗？那我也去啊！哎，我送道济，你在这照顾方丈就好，我送就回。不，道济啊，你就不必多劳了，清雪姑娘一个人送我就可以了。别，你送她，谁送你回来？是不是？你这道儿也远，我不放心。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我又不会出什么事儿。对呀，道济，本王向你保证，清雪姑娘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哎，不是我。好了，方丈，我们走了。哎，王爷告辞。不是，哎，你看，我送，不是。道济啊，你我该回了。哎呀，清雪，刚才你送我出来，那道济好像看上去还有点不高兴呢。那我送王爷出来，王爷你高兴吗？我当然高兴了。清雪啊，那天在行刑之前，道济跟你说过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道济的话，王爷的话，清雪都记在心里了。我会好好报答道济的。那王爷愿意和我一起报答吗？一起报答？堂堂一个王爷，这都听不懂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天色已晚，快点赶路吧，快！这。哎，这什么时候添两个门神啊？胡说，这不是门神，这是我佛如来。好好的山门，为何贴上这两幅佛像？的确像门神，不合我佛规矩，撕掉。啊，不，哎，方丈，这不能撕啊！你贴上的时候老费劲了，你这撕，你再说你撕，你一不小心刮把那佛像给撕烂了，你那对佛祖多大的不敬啊，是吧？对。哎呀，你瞅那佛像，哎呀，我才发现，哎，方丈你快看，你看那佛祖像谁？你有没有瞅见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？你脸上还没长面条的时候？我是我。哎，对，那个更像那个，是吧？那家简直就是佛祖临凡呐！哎呀，赶紧跪倒祈福吧！是我这拿香去啊！磕头，我去搂。大胆明媛，休得胡言啊！当心我找人打你20佛杖，看你还敢不敢乱说！拍马屁啊，要拍在马的屁股上才会觉得舒服，拍在马腿上后果不堪设想哦。我有点过了。你这稍微过了。哎，不见自己！哎，大胆刀击！这山门如何变成这样？哎呀！这是谁干的？谁干的？谁？找你那个，给我过来！哎，你们几个过来！那谁？山门上杵了个洞，是不是你们干的？说是不是你们干的？说是谁干的？我就想知道谁干的。不是我呀，不是你是我呀，也不是你。你看不是我们。方丈，我知道谁干的，快说来。就是广亮和明媛干的。我跟你说，道济，你别血口喷人啊！你就别瞎白话。明媛，是不是你与你师父干的？快说来，我恕你无罪。是监视。不是，他是那什么。
他是那个，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是他俩干的不假，事出有因，只因咱这山门呐被老鼠咬坏了。广亮和明媛为了保持美观，亲自扛着门板去找木匠去修补，只能做成这种形状才能好看。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对呀，就这么回事儿啊！我不是我这那啥，我刚才没好意思说方丈，这我就怕你着急上火，我就瞒着你把这事给办了，你别上火。如此看来，是错怪你们了。没事，你下回注意就行。只是这老鼠为何不啃门下，而是从中间凿出一个洞来？啊，他那什么那块木头好吃呗？哎，是的，也许是那块木质它不太一样，它可能咸了吧唧带味儿。老鼠，哟，师傅，那就得亲自问老鼠了。哎，对，问老鼠。老鼠知道。道济，你随我来。是。哎，师傅，问老师傅。老鼠知道吗？没我事儿啊。剑四，这次咱得谢谢道济，要不然咱俩就一败涂地了，真的。你向那边吵去，那边快走，快去！你向那边吵去，快点，消失，后面去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方丈逼问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准备把为师给供出来？没有，剑四，绝对没有。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我也不敢呐。那道济刚才要是不解围，你赵会怎么说？我就快点想，别寻思，快说，回答我，上哪儿去？给我站着，给我站着！赶快想，没有时间了啊！快点回答，快点！就说山门让狗啃了，你给我滚！我刚跟你说了，我别再提狗，说没说过？是不是说过7次？说过。我再送你1次，别再说了啊！明白。那就说山门让猪拱了，行不？行就行呗，那么大动静干啥呀？欣赏你呗。多谢剑四。赵继阳，明里是来帮我，其实是来损我们。还老鼠，我这是老鼠，我也得克死你，我克不死你，我弄死你！剑四，我觉着你有点不讲究。那人家道济说是山门让老鼠给克了，那是帮咱们呢，咱们怎么能说自己是老鼠？这不恩将仇报吗？不好。我耐着性子跟你解释一下啊。山门上那个洞是谁弄的？你呀。你。那就算是我，那也是咱俩一起。是。赵继说，山门上那个洞被老鼠啃了。那站在我们这个角度看这个问题，啥意思呢？山门是被我们给啃了，我们就是老鼠。解释清楚了吗，哥？明白了，彻底明白了。道济太坏了，骂人都不带脏字儿。不对，这道济成天喝酒吃肉的，他哪来的银两？对呀。剑四，要不明天我去酒馆看看？就这句是人话呀。现在就去。明白。道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师傅啊，我忘了说了，这是一只没有长大的小猪，它叫香香，香香叫方丈，叫人呐。阿弥陀佛，佛门圣地怎可养猪？师傅，他一不叫唤，二不闹腾，又没有干扰佛门的清修，何罪之有啊？可它是一只动物啊！哎呦，让您说的了，人就不是动物吗？天下众生都能烧香求佛，猪要学好怎么就不可以啊？真是的。可你养猪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口福，名不正言不顺呐。师傅，你这一句话就戳到我的心里边了。阿弥陀佛，你不知道，我曾经无意中吃了香香的父亲，使他成了可怜的孤儿，所以我有义务把他抚养成猪。
苍天在上，佛祖圣命啊！阿弥陀佛，道姐，你天天喝酒吃肉，却与猪结缘。不过寺庙里是不能养猪的。你为了还你自己的罪孽，老衲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。哎，师傅，你这是答应了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现在不为皇上求字诵经了，所以必须要遵我佛门之规，戒酒戒肉。师傅，为什么呀？我们佛家奉行不杀生，不饮酒。这天地良心，我没杀生啊！可你吃的那肉，不是屠夫宰杀了牲畜才做得出来的吗？师傅，您这可是抬杠了啊！你不能因为我一个人，天下人都不吃肉啊，是吧，香香？所以我们要传道嘛，传播我们佛家的理念，让天下的人都不吃肉，也就没有杀生了嘛。那首先呢，要以身作则。你吃肉，怎么能说服别人不吃肉呢？师傅，您这个就有点错上加错了。弱肉强食那是自然法则呀。豺狼虎豹哪个吃韭菜香蕉啊？话又说回来了，豺狼虎豹都死绝了，那什么鹿啊、马呀、羊啊，不就成灾了吗？您怎么糊涂啊？我这是度化万生啊！我吃一只鸡就度化一只鸡，我吃一只鸭就度化一只鸭。苍天在上，佛祖证明。佛祖，你劝劝他吧，佛祖啊！满嘴的胡言！你，好了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。我说的都错，但是不得给一个改过的机会吗？是不是？我以后啊就学好了，我从不吃猪开始，好吧？哎，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？阿弥陀佛，饮酒也是我们佛家的禁忌。哎呀，师傅好酒量啊，一下就闻出来了啊！这个酒葫芦嘛，它可不一般。什么？你问佛祖啊！道济，休得胡言。不是，你想啊，行刑的那一天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，这是菩萨给的。不管是葫芦从哪来的，你都不能带着，马上把它给我。不是，师傅，你这佛祖，你道济，给我。你拦着他抢东西。佛祖，道济，佛祖，你走到哪儿了？佛祖，来，你不是，葫芦，快说，菩萨叫你来，是不是让你听我的话呀？他还不听话，来过来吧你。这回就行了，啊，师傅，放心了吧？道济，既然你有这般能耐，还不快把那无字军印给找出来呀？您看，您又着急了，时机一到，无字军印自己就会出来，放心吧啊！香香，跟爷爷再见。哦，道济，道济。哎呦，嘿，又来两个和尚，酒肉伺候着喽。瞎说啥呢？我问你啊，我们灵隐寺的道济是不是经常在你这儿来买酒吃肉啊？哎呀，客官，这方圆几十里就我这一家小酒馆，他呀自然在这里吃吃喝喝。监司大人，你不是也在我这里买过酒肉吗？哎呀，监司你也来过呀？来过吗？我哪知道啊？我当然来过了，我得给他买呀，他成天吃那么多，是不是宝贝儿？哎呀，我呢只管做我自己的买卖，至于随吃随喝，我也管不着人家，是吧？那啥啊，在你那儿造了那么多，把那个赊账那个账单拿来我看一眼。你赊账的账单，我早就给你捋好了，我这就给你取去。回来。什么我不是要我的账单？你赵记，他自个儿来的时候，他不带我，在你那儿又吃又喝，赊账的那个账单拿来我看一眼。赊账？怎么可能呢？人家可是大财主。看见没有？没跑吧？我告诉你啊，那个赵记他下次再来的时候，你让他把我赊账那个账单全给结了，听见没有？那是我的钱，记住了啊！哦。哎，监司，你到底吃没吃啊？吃了500两家常，你猪脑子你！吃就吃呗，打我干啥玩意儿啊？这个400两，我的家常值500两，他到底400两就给我当了？那人家还得挣钱呢呀。
不能说你值500两，人就给你500两。哎，现在挺聪明呗，啊，那他不会好好跟人商量，他不能多当点吗？你咋商量啊？480两，450两，400两，成交。得，还是400两，400两银子啊，就挂账在那么一个小酒馆里。那小破酒馆我太熟了，他得吃多少菜才能吃回来啊？啊，宫保鸡丁、水煮鱼、水晶肘子、麻辣虾，再加个那个什么玩意儿大闸蟹，那也不到1两银子呀。监四，不是400两，是800两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忘了？咱们熟档还有400两呢。我的妈呀！我说啥这口气咱们得出来呀！不行不行，我跟你说，我忍不了，必须弄死他！啊，包子不露馅，他当我是馒头啊？秃子不长毛，他当我是和尚吗？不能让他拿你当馒头。什么？得好好收拾收拾他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多行不义必自毙。给我闭嘴！我跟你说，以后我刚说完一句成语，你别在后面接啊，显得你比我……哎，你明白就得。明白。我整这点词儿容易吗？啊，多行不义知必，多行不义知必别，多行。哎，奇了怪了，这刚摘的菜怎么就馊了呢？行，这倒计，哎呀，别乱扔了，你干嘛呀？这是？啊？你这人平时大大咧咧的，睡个觉在那藏着掖着的，我又不是个女的。哼，我呀，不怕男的，不怕女的，就怕你这样的。有本事你出来，有本事你进来。你，哎呀，道济呀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缺陷呀？啊，你才有缺陷呢，你有的我都有，你没有的我也有。嗯，什么意思？难道我缺什么？你缺心眼儿？你骂我？你信不信我？站住！我杀了你啊！我打死你吃肉啊！你要疯啊！我最讨厌别人。这，你是不是人？哎呀，真没劲！啊！我睡，真没劲！这。我最讨厌别人掀我的被子了，羞耻！哎，睡，打人休息。哎，我怎么不曾听说我家相爷认识你这么个疯和尚，还灵隐寺的？我们就灵隐寺的，如假包换。不像，灵隐寺有你们俩这么胖的和尚，尤其是你，这身肥膘，一看就不是吃素的。兄弟好眼神啊，一下就看出来我是吃肉的啊。不过有一件事你可没看出来。什么事啊？我跟你家相爷一见钟情。是谁呀？和我们家相爷一见钟情？哎呦，道济看见没？这才是吃肉的。一个胖和尚，殿下，难道咱们家相爷口味变了？这不是灵隐寺的2位和尚吗？来我这有何贵干呀？啊，来找你们家秦相。小和尚，别没大没小的，这里可不是你们灵隐寺。这不是灵隐寺，也轮不上一个女人说话。殿下，说什么呢？我告诉你。这全天下的家里边都男人说了算，但是这秦相府，就是本长公主说了算，一言九鼎，无人能驳。合着是个妻管严呐。既然知道我们秦相府的规矩，那说说你们为何来此？实话告诉你，长公主让你们见谁，你们才能见谁。长公主，我跟您实话实说吧，灵隐寺有个女人。跟相爷的关系不一般，我们来是有点私密的事儿要说。女子？什么女子啊？嘿，这个老东西，他居然敢在寺庙里养女人，还弄俩和尚来拉皮条，我绝对饶不了他。殿下，既然目击，捉奸要在床，证据最重要。证据？对，证据最重要。
哎呀，两位高僧，丞相已经在殿内等待多时了，请。好，谢谢殿下啊，请。我道济，你真有办法呀！哎呦，小叶，把家法房给我准备好了。是。嗯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我红尘眼中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我心有莲花座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我度魔也度佛。道济师傅果然是酒量超群，饭量过人。那个菜呢？菜呢？莫急莫急，厨房正在准备。可是，这吃吃喝喝差不多了，你到老夫这儿来，还有何贵干呢？灵隐寺得了一块印，谁想到是个假的，差点把我们脑袋都要了。我就想，哪怕是真的不要紧，那也得在秦相府啊。师傅可真是喝多了，开玩笑啊！老夫这哪有什么印呢？这我就放心了。道济，道济，我在这儿呢。你给我出来！你跑到老夫的棺材，不是，床榻了去做什么？出来！吃饱了喝足了，我得睡会儿啊。哎呀，要是睡过去了，我就直接见如来佛祖了。不，还有卧房，不必在此，快出来吧。啊，不让我睡啊？是，赶紧出来。那我回去我走不动道，我这鞋太大了。这老夫送你回去还不可以吗？我这脑袋怕受风，你让轿到门口来行不行啊？哎呦，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快出来！答应不答应？来人，备轿！长公主，快，他们走了，还是八抬大轿。这个老东西还挺急的，走，追！去找你呢，没想到你就来了。你找老夫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把皇上的密旨啊，瞒着招娣给偷出来了，然后替您烧掉了。大人，天下之大，大不过你缺的这块心眼儿啊！皇上的密旨那是可以私烧的嘛，甭问呢。这就是秦丞相主使的，都听到了没有啊？听见了，非常清楚。少帝，什么是你？你把秦丞相害惨喽！哎呀，赵兄，你给我果然一次机会，饶了我好不好？哎，你听话吗？我听，干啥了你？一会儿长公主来，若问灵隐寺有没有女人，只许说有，不许说无。长公主。女人，还有，长公主如果再问，女人在哪儿啊？具体情况啊，一个字儿都不许说。好，我不知道。道济，我太佩服你了。佩服我什么呀？你料事如神，神机妙算。你还有什么词儿？哎呀，可以了，一看就没上过学。哎，不就想夸我吗？低调啊！不过太结恨了。哎，但是长公主要知道你骗了她，肯定会来找你。我骗她了吗？你没骗他吗？哎呀，秀吗？你来了，秀！哎呦，你至于吗？你没见过我呀？啊，不，你不喜欢我这么热情？哎呀，行了，别废话了。刚才从那轿子里下来的是和尚吗？啊，是和尚，是赵娣。广亮，哎，我问你，这灵隐寺是不是有个女人呀？啊，是有个女的。那她在哪儿啊？
哎呀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不是说这灵隐寺里有个女人吗？是我是说的有个女人，但我不知道她在哪儿。长公主，她当我们傻呢。光亮啊，我再问你一遍，那个女人到底在哪儿？不是我知道有个女人，但我不知道她在哪儿。你说这小玉，掌嘴。是，殿下。哎，怎么着？哎，等会儿。不是我真不知道，你这玩意儿。啊！他不知道啊！救吧，你救吧，救救我！南无阿弥陀佛，我是佛也非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我红尘人中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我心有莲花座。那和尚，你不是说这灵隐寺有个女人吗？女人呢？咦，看还看不出来吗？这是灵隐寺唯一的女人。是她？嗯。你就是秦相的女人？嗯。哎呀，你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怎么偏爱当小的啊？谁小的呀？哎，我要是小的，你什么呀？道姐，他谁呀？秦相府的母老虎。你说什么？长公主。狐狸精！哎，谁狐狸精啊？今天我要替天行道，降妖除魔。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！你凭什么说我是狐狸精？你别闹，你听我说，还好说。今天我谁都不看了，谁都不看了。别追进来！哎呦，不是，哎呀，不是，打的是我！哎呦喂，行吧，行了，住手！谁打了我一下？谁打了我一下？刚才？啊！我问你，她是不是秦相的女人？我问你，你凭什么骂我？谁说她是秦相的女人了？你敢骗我？我没骗你呀！你不是说秦相有女人吗？那也没说她就是那个女人呐。就是，她不是啊，不是啊。这个老东西，你让我抓着她，我要抓住她，我就把她碎尸万段。包饺子，真的不是她。不是。殿下，哎呦，好感动。道姐，哎，他凭什么说我？凭什么说我是小的？像不像？我要找他报仇！哎呀，行，别去，哎呀，行了。魔尊，都过了这么久了，可白白的病情怎么还是毫无起色啊？他若不是在这摩天洞里，早已经一命呜呼了。你不用再担心，本座说过了，到时候自然有办法。到时候，可我已经等不及了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你去杀了那降龙。18年前我就杀不了他，如今我怎么杀得了他？你有所不知，在这幽闭的18年里，本座不但治好了你的伤，还帮你增加了500年的法力。啊？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试一试。多谢魔尊，那这样我就可以灭了降龙了吗？既然青狐你这么有信心，你可以去试一试。哼，我早就想杀了他，为白狐报仇雪恨。本座只知道他在灵隐寺，至于怎么查找，你青狐自己想办法。这个魔尊放心，他就是化成了灰，我都认得。不错。小爷们小和尚，头光光，袈裟配身上，
小木鱼儿敲个乒乓，念佛有也没有烧香。忽然飘过一阵风，一股香味儿飘过墙。阿弥陀佛，是我在啦啦啦地响。降龙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！哎嘿嘿嘿嘿，别把那屎橛子搁我眼前行吗？你这会说话不会说话？这可是好东西啊！烟熏腊肠，闻着臭啊，吃着可香了。你闻着香，我觉得臭死了。啊，这还叫臭啊？我给你来个正经的臭字，让你尝尝啊！香味没闻着，就闻着一股骚味了。降龙，拿命来！啊，看清楚了，我是道济，不是降龙。你以为你换张大脸，我就认不出你来了？请注意你的措辞。你从这个角度看看，这个脸是不是小了一点？话又说回来了，脸大撞门面，怎么了？少废话，欠债还钱，毁人偿命。鸟飞啊！哼，斗转星移，气沉丹田，乾坤骚气，别高。雕虫小技。哈哈哈！18年了，18年了，白白，我终于就要给你报仇雪恨了！什么？放个屁就想杀人，你想的也太简单了吧？是啊。不是，我说你不是已经在如来那澡堂子洗过澡了吗？怎么还那么脏啊你？我还有味儿。我洗我也扛不住他那吃法啊！我。好了，怎么又是你们两个死东西？看我今天不把你们粉身碎骨！两个尊者在他面前，他也太自不量力了吧？啊，对，够骚。哼。那我就骚给你们看！呀！我来呀！有了这个，你们就算有再大的能耐，也杀不了我。嘿，你拦我干嘛？没看见紫金平片吗？有那东西，你去了也打不过他。所以我要去追回来呀。这样，我现在回趟西天，去找师尊讨点宝贝，好吧？哎呀，那他怎么办？你背回去呗。我背他？嘴张那干嘛呀？你天天挂在人身上。现在背一会儿，很公平啊！赶紧的啊！大哥，青儿，你回来了。降龙，我青虎跟你势不两立。怎么了？连降龙你都对付不了，我要你有何用？本座这就赐你2件佛器，下次遇见降龙，休息对你有用，把你手中的紫金碎片拿出来。多谢魔天，我现在就取了降龙的筋骨。哎，青儿，你别去，你打不过降龙的。哎呀，有了魔天给的法器，有什么可怕的？青虎，你的小白说得对，你现在根本杀不了他，凭你现在的法力，连灵隐寺都进不去，所以杀降龙，我们要从长计议。对，从长计议。那怎么办呀？这灵隐寺是佛家圣地，你一个道行尚浅的狐妖，晚上可以带上几个时辰，可到了白天，
那里的佛音佛法会让你无处藏身的。那还有其他的办法吗？如果你能够隐身在一个和尚的身体里，就可以自由地进出灵隐寺，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。一个和尚？而且不能是一个真和尚。请魔尊明示。这灵隐寺的监寺叫广亮，他欲望横生，为人歹毒，他便是你最好的选择。广亮。青湖，你要记得一点，你所有的法力都来源于摩天，你已经跟佛祖毫无干系。谨记魔尊指令。降龙，你不在人间，好好降妖除魔，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怎么降妖除魔呀？法力也没了，法器也没了，连个狐狸都打不死。我要拿回我的降龙杵。降龙，你在人间拿这个大杵，不觉得太高调了吗？不如这样吧，我跟你变化一番，也好让你顺心顺意。降龙，你快去吧，不然魔天来了，走都来不及了。多谢佛尊，多谢大师，降龙告辞。怎么这么沉呢？哎呦，道姐，你说你沉就算了，还这么大一坨，你体格不行啊，兄弟。大哥，不，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，你让我背他，这不是玩我吗？这什么呀？这个啊，是师尊给我的法器。哎，你怎么有我没有啊？凭什么给你不给我呀？让我看看。因为你老丢东西呗。我丢东西了吗？你自己都忘了。我丢东西了？不是，我丢东西了？我丢什么？你玩我？不是我玩你，是你有点四。什么四啊？比二更二，四吧。小龙，你小龙，你等着！哎，道姐，有把扇子，桃心扇，哎，像女人用的，你快看，是女人用的吧？啊，会不会是清雪给我的？哎，得了吧，你想疯了吧？你是？可能是清雪给我的。哎呀，道姐，不是你这福气太好了啊！天上掉馅饼的事总是砸在你头上。之前有个会说话的葫芦，没准这扇子现在……我人缘好，大伙都喜欢我。这扇子，要不咱试试？啊？哎，试试啊！哎，看看。哎呦！这太厉害了吧！这个，好大的威力啊！你看这鸡腿儿，哎呦，这大鸡腿能当武器使。再来！哇！天，这米袋子就破了，这太棒了啊！能不好吗？这扇子当然厉害了，这是佛祖老人家给的扇子，它能一般得了吗？哟，葫芦又说话了。要不是我，昨天你还不知道死哪儿了呢。讨厌的葫芦啊！你还敢看不起我？让你厉害，
我这就找把菜刀把你劈成2个瓢。哎，不能劈，不能劈！这好歹是个会说话的葫芦，哎，没准还能值俩钱。你要把它劈成个水瓢，这不大材小用了吗？就看在毕鹏的面子上，我就饶了你了。